近排咧就有個韓國女明星咧，就用一啲極端嘅減肥法減肥啦。其實佢就係用一個限制自己卡路里嘅攝取，即係每一日食好少嘅卡路里啦。咁其實短時間嚟講咧，食好少卡路里咧係可以減到肥嘅，你嘅數字體重係會下降嘅。但係如果長遠嚟講嘅話咧，其實食得太少卡路里咧，唔單止你減唔到肥，而且仲會影響你自己嘅身體 BMR 啦。同埋如果你食得長期食得太少卡路里嘅話咧，你唔單止數字體重上會出現一個反彈嘅效果之餘咧，其實你身體都會出現其他啲問題啦，譬如你精神上你會個人會冇咁精神啊，會容易啲眼瞓，容易啲攰啊，而且又會出現低血糖啊，容易啲頭暈。所以大家咧其實就真係唔好亂咁減肥，而且唔好淨係着重喺自己磅重數字上嘅升幅啦，因為其實你自己身體長遠嘅健康同埋揾一個啱你嘅飲食模式係更加緊要。我係營養學家 Jasmine，記得 follow 我 IG 同 YouTube。如果有咩問題都歡迎喺下面留言，順便將條片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 啊！